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收睇紫力星語 channel， 有我 Steven 啊。咁喺上一集嘅四維睇風水系列之居屋風水資訊站呢，我就帶大家去到新界嘅東涌啦，去介紹咗東涌之前2024年經由房屋署發售嘅居屋苑，佢就係東涌嘅裕興苑啦。咁我介紹咗個基本資料啦、生活配套、外聯頭風水環境同埋簡單理氣局數嘅。而呢一集呢，我就帶各位觀眾繼續遊走，我就嚟到東九龍嘅半山啊，就喺我身後邊安達臣。咁呢度呢，今次呢一集呢，我就有啲特別嘅，我就將會分開一連兩集去介紹呢喺2023至2024年啦，房屋署喺安達臣推出嘅4個居屋群啊，包括就安麗苑啦、安逸苑、安華苑、安柏苑。咁啦，第一節目開之前呢，都請大家做幾樣嘢啦，就係俾 like 啦、comment 啦、subscribe COS 我個 channel， 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啦，咁就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其次呢，就係最重要係咩啊？覺得我條片有用，就幫手 share 啲朋友支持一下啦。好啦，事不宜遲，廢話少講，我即刻帶大家去睇下呢4個屋苑嘅外聯頭風水環境到底點樣樣。我哋一齊 let's go 啦！喺呢一集嘅四維睇風水系列之居屋風水資訊站，我就會為大家用玄學角度去分析早前經由房署發售嘅居屋屋苑，到底邊一個方位最旺財旺丁，邊一種佈局最名利雙收。而呢一次要介紹嘅呢，就係東九龍安達臣道嘅4個居屋屋苑啦。佢哋分別就係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咁喺呢一次呢，我哋將會分成數集。而第一集呢，我哋將會介紹佢哋嘅基本資料、現樓須知、整體配套，以至整體聯頭風水佈局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嘅。而喺之後呢，我哋將會陸續介紹呢4個屋苑佢哋個別單位嘅風水理氣局數去進行分析嘅。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將向安達臣出發。首先第一件事，當然又係介紹一下交通配套先啦。咁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係位於東九龍觀塘嘅安達臣道，鄰近秀茂坪同寶達邨。不過同之前介紹過嘅其他屋苑有啲唔同啊。呢4個屋苑目前所處嘅位置呢，大部分都係屬建築階段，基礎交通配套呢都係發展階段啊，所以暫時未有任何直接嘅交通路線呢可以直達呢4個屋苑嘅。而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呢，就係乘坐巴士去到安達邨，又或者喺前一站嘅安秀道公園落車啊。當中呢，亦都有其他路線呢可以往返港九新界嘅，例如包括213系列啦、290X、613等，再沿住安秀道呢步行5至10分鐘就可以到達4個屋苑噶啦。當然啊，正如之前所講，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嘅交通配套呢，仍屬發展階段。所以目前呢所提供嘅路線只係參考，未來等屋苑啦以及周邊配套落成之後呢，相信交通配套呢會陸續變得完善噶啦。到時呢就會有唔同嘅交通改善方案去便利居民生活。咁喺介紹完交通配套之後啊，當然要介紹一下呢3個屋苑嘅基本資料啦。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係位於東九龍觀塘區秀茂坪半山之上，鄰近秀茂坪、寶達邨、安達邨附近嘅新發展區，佢哋都係由房屋署推出嘅新居屋項目之一，由房屋署做總體規劃開發同興建。4個屋苑基本配套呢，設施尚算完善。首先係安盈苑，地盤總面積約19000平方米，地面設有兒童遊樂場、停車場等。其次呢，就係安麗苑啦，地盤總面積約2萬平方米，地面設有兒童遊樂場啦、羽毛球場、停車場等。第三係安華苑，地盤總面積約1萬米，地面設有兒童遊樂場、停車場。而最後呢，就係安柏苑啦，係4個地盤之中最細個，地盤總面積只有6000平方米，地面設有停車場。而屋苑附近呢，暫時就有安達商場同埋秀茂坪商場等基本商業配套。一般民生百貨，例如街市雜糧啊，都可以滿足居民嘅生活所需。而當然呢，想要大型娛樂嘅話呢，就要坐車去到觀塘市中心嘅大型購物商場 APM 啦。車種呢都只需要係20分鐘至30分鐘嘅啫。除此之外啊，鄰近嘅安秀道公園呢，亦都設有唔同嘅休閒娛樂設施，去供本區嘅居民使用。未來本區呢，亦都會建有警察局啦、消防局等公共服務設施。講到便利居民啊、消費娛樂啊、休閒生活等呢，都可以算係配套完善噶啦。而講到教育資源啊，安達臣區雖然係位於觀塘嘅半山，但係呢，佢係唔跌入觀塘區嘅校網噶，而係跌入西貢區嘅95區校網。
該區教育資源呢，亦都算係優良啦，但係競爭呢，同時亦都激烈。故此呢，如果購買咗安達臣區居屋嘅準買家呢，就要留意該區或者鄰區嘅教育資源啦。之後就係屋苑設計，首先係安盈苑，佢共分 A、B 兩座，係採取非標準大廈十字長形嘅設計。A、B 兩座樓層相同，總樓層都係28層，分層就包括有地下住宅大堂。居住樓層就有1樓至26樓及天台，而其中 B 座嘅地下大堂同層設有長者鄰舍中心及商鋪照顧居民所需，而兩座屋苑呢係冇被省略去嘅樓層同號數，提供不同大小，合共1140個單位。A 座係提供548個，而 B 座提供592個，實用面積就係由282平方尺到478平方尺，平均售價呢就介乎喺150萬至到320萬不等，而關鍵日期就會係今年即係2025年嘅7月31號啦。之後就係安麗苑啦，佢提供嘅座數呢就係比較多，包括係 A、B、C 3座，亦都採取非標準大廈十字長形嘅設計。A、B、C 3座樓層相同，總樓層呢都係28層，分層就包括地下、住宅大堂及停車場。居住樓層呢就有1樓至25樓及天台，其中 A 座地下低層呢亦都設有長者鄰舍中心同埋幼稚園，便利居民。3座樓層呢都冇被省略去嘅樓層同號數，提供不同大小，合共1380個單位。A 座呢就提供476個啦，而 B 座就係提供464個，而 C 座呢就係提供440個。實用面積就係由278平方尺到497平方尺，平均售價就介乎喺170萬到380萬不等。預計關鍵日期亦都係今年，即係2025年嘅8月31號。跟住就係安華苑啦，共分為 A、B 兩座，同樣亦都係採取非標準大廈十字長形嘅設計。A、B 兩座樓層相同，總樓層就係31層，分層就包括地下住宅大堂。居住樓層就有1樓至28樓及天台，而兩座樓宇呢都係冇被省落去嘅樓層同號數，提供不同大小，合共990個單位。A 座提供494個，而 B 座呢就提供496個。實用面積就由296平方尺去到495平方尺，平均售價呢就係介乎喺180萬至到380萬不等。預計關鍵日期亦都係今年，即係2025年嘅8月31號。最後就係安柏苑啦，佢係4個屋苑之中呢提供嘅座數最少，佢就係只有 A 座嘅單棟式屋苑而另外同其他3個屋苑唔同呢，佢就係採取非標準大廈其他類型嘅設計。總樓層呢就係19層，分層包括地下住宅大堂、停車間、停車場。居住樓層呢就有1樓至17樓及天台，而屋苑呢都係冇被省落去嘅樓層同號數嘅，提供不同大小，合共420個單位。實用面積呢就係291平方尺去到498平方尺，平均售價呢就介乎喺177萬到373萬不等。預計關鍵日期就喺2025年嘅3月31號。咁當然啦，選樓同發售亦都早前經由房屋處進行咗噶啦。喺早前已經購買咗心儀單位嘅幸運準買家，已經去做定一啲家居設計上嘅資料搜集噶啦。當然亦都可以緊貼我哋嘅 channel， 獲取更多實用同有用嘅玄學資訊，好讓自己能夠住得舒適啦。好啦，各位觀眾，咁我目前已經身處咗呢4個屋苑附近嘅安秀道公園啦。咁喺頭先嘅影片裏邊呢，我已經為大家介紹咗呢4個屋苑佢嘅基本資料啦、樓盤資訊同周邊配套。嗱，但係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呢4個屋苑連同呢個安達臣發展區呢係仍屬發展階段啦。咁特別喺交通方面呢，如果以同期嘅居屋比較呢，係的確呢要一段時間先會成熟嘅。好啦，咁介紹人嘅環境之後當然為大家介紹呢4個屋苑佢嘅外聯同風水環境到底點樣啦。好啦，又事不宜遲，我哋一齊 Let's go。要講到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呢4個屋苑嘅聯頭風水佈局，咁就要先從安達臣道及秀茂坪一帶嘅整體風水聯頭去分析啦。秀茂坪係位於九龍東面大上拓山山嶺以下，所謂山管人丁，我哋先從山龍開始分析。秀茂坪主要嘅龍脈呢係嚟自於九龍十山，由西至東一直延伸至大上拓山向南而落。而
而有關九龍十山係邊10座小山呢？大家可以重睇翻我之前介紹啟悅苑嘅影片噶。咁講到大上托山，佢就係位於九龍東部嘅山嶺，為九龍十山中嘅東4山之一，坐落於秀茂坪同新界區嘅將軍澳寶林之間。大上托原名過背山，海拔419米，其名字係因為古時住喺附近嘅村民於早晨觀山，見一輪紅日自該山上升，其形狀就好似大山雙手托住豔陽啊，故此就稱佢為大上托山啦。大上托山山形圓厚，五行係屬土格嘅。如果以風水學五行山形去計算啊，土形山圓厚穩重，踏實平庸，故此大上托所主嘅就係主人丁興隆啦。本來呢個山形亦都相當唔錯，來龍落脈亦都相當有力，係一支堅實嘅山龍。但係自上世紀開始大上托山一帶就經歷咗唔同嘅發展啦。例如早年嘅安達臣石礦場啦，同埋近年嘅安達臣發展區附近一帶亦都大興土木。大上托山山形因為發展亦都遭受破壞啦。主峰同南脊已經被開鑿，主峰亦都削平至現時只係得翻399米高。所謂山管人丁，平山無序，直峰破空，氣不能聚，自然人丁就會稍為弱勢啦，亦都唔利當區嘅人口發展。再者安達臣係位於九龍嘅東部，與對岸嘅渣甸山形成夾拱潮對啊。呢兩個山頭一南一北，喺風水學上就有如一個拱關合局。但係由於大上托山山形過度開發，形成半月形山頭，由拱關合局變成馬口格局。山不穩則人心不安，故此由白運開始香港亦都一直出現爭執不休。另外，如果以元運計算，秀茂坪一帶係屬於九龍嘅東部，地運係子離白運，而獅子山出沒於飛鵝山起作少祖山，再分密於秀茂坪，回密於慈雲山。山密密蓄氣短，來勢不足，回力不逮。雖然亦都有結月化氣，但成氣不大，只屬曇花浮雲，轉眼即逝。所以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一帶亦都難聚人氣。居住喺呢度嘅朋友多數都要營營役役，在家聚少離多，終日勞碌奔波。亦由於靠山亦都代表住貴人助力所以居住喺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又或者附近嘅朋友無論喺工作上或者自身上貴人助力亦都相對較少啦。咁喺分享完山龍之後當然要分享一下水勢啦。所謂水管財源，不過大上托山同埋安達臣亦都係位於九龍東嘅半山故此就較難有水勢助力啦。而真係要講水勢就係由珠江三角洲嘅西至東，經維港，再經南塘海峽出南中國海。呢一支水9曲13彎，加上形似環抱，本來喺水法形聯上相當唔錯，但係由於距離太遠成氣不大，故此就較難取得真水助力凝聚財氣啦。既然喺形聯上較難取得真水助力咁就喺假水方面着手啦。4個屋苑前面主要就係有安秀道做主水，而另外副水亦都係興建中嘅安如路。從高空俯瞰就會發現安秀道形似環抱，所謂曲水有情，玉帶環腰之下，本來係一支唔錯嘅財水車路。但係由於安秀道由西至東高低起伏不定，向東更加形成下水之勢，喺風水學上就有退財之意，故此財水亦都較難積聚。至於呢4個屋苑嘅關鍵日期，同樣都喺2025年咁2024年至到2043年就正式踏入下元九運啦。喺九運八卦中就屬離卦，主南方，五行屬火。而安盈苑、安麗苑、安華苑同安柏苑喺地理位置上五行係屬木，故此喺九運上如何聯頭配合理氣局數，就要喺佈局上花一啲心思啦。當然亦都可以緊貼我哋嘅 channel，獲取更多實用同有用嘅玄學資訊啦。好啦，各位觀眾，咁喺頭先嘅影片裏邊我已經為大家介紹咗4個屋苑啦，以至安達臣同埋秀茂坪整區嘅概略同風水佈局。嗱，咁但係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實講嗱，如果要講呢一區好唔好風水要講好就算啦，因為如果講財水局嘅話喺水嗰方面就比較亂啦，攞唔到啦。如果以地形嚟講嘅話山形嚟講安達臣經過多年嘅開發其實已經失去咗部分嘅力量啦。
咁我明白呢一點比較毒舌嘅，但係冇辦法嗱，因為呢個係玄學節目，我係只係想將玄學嘅資訊咧分享俾大家嘅啫。好啦嗱，咁但係呢一集咧暫時嚟到呢度先，我明白咧有啲唔夠喉嘅嗱，咁嚟緊下一集咧，我將會為大家逐個屋苑去分析一下簡單理理局數嗱，咁今集嚟到呢度先，我會盡快將啲影片逐一上架。咁大家記得密切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啲片有用，都係嗰一句，記得 COS 我哋嘅 channel。另外就撳個叮叮鐘，同埋就 share 俾朋友支持一下啦。下集再見，拜拜。